来看关税消息，美国对台湾对顶关税税率总算已经公开啊。目前暂时税率是20%，虽然比4月初32%有较低，不过比日本、韩国15%较悬。上总理事长柯书普表示讲，20%的税率对产业界是真沉重的压力。望讲政府伫后一波的谈判中，会当争取到上无甲日本、韩国同款的15%的税率。 The trade team has been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try to be in correspondence with as many countries as possible. But if they haven't heard from us yet, they will in the form of a letter or an executive order by midnight tonight. 北京例行会则打讲会用假书信的方式通知各国对顶关税，结果过无偌久，北京官方网站就公布台湾税率调降到20%。虽然甲4月公布的32%比调降12%，不过看其他国家的上升关税税率，真侪国家包括英国、日本、韩国，唔是15%，也无就是无到15%。台湾虽然比印度、南非和瑞士等等国家少，不过嘛是有及格赢一丝丝啦。20%对台湾来讲，我只能说60分，但是要进行补考。今天行政也好，还有包括赖总统也好。 都讲说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关税，表示他们对这20%也是不满意的，所以可能还要进行下一步的这些谈判。国内法庭机构分析，对顶关税税率无适用伫咧半导体、伺服器、关键零组件等等，主流运送到美国的商品无受到威胁。敢若25.2%的出口项目会受到这一边20%的关税影响，亲像运动用品和设备。本来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日本、韩国。 那这个5%的关税对我们来讲还是很大沉重的压力哈，至少要跟日本、韩国一样，在15%的范围。商界望上少的降低到和日本、韩国同款的税率，才能保有台湾伫咧国际之间的竞争力。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